老友記，你試過未？明明係下晝2點幾，太陽高高掛喺頭頂，熱到成身汗。突然之間，你望住佢一啖一啖，俾一個黑影吞落肚。個黑影慢慢蠶食光源，天色由金黃轉暗黃，再變成一片陰沉沉嘅死灰。嗰種灰唔係黃昏，嗰種溫柔嘅灰係好似成個世界俾人校暗咗光度，抽走咗生命力。嗰種死灰風原本係8月盛夏嘅熱浪，忽然之間變成濕凍嘅寒氣，由你背脊骨尾龍骨咁捐上嚟，直情寒到你個心坎入面。四周本來熱鬧嘅雀仔聲，一瞬間全部收晒聲，連樹上嘅葉都唔敢喐，死靜一片。街邊嘅狗忽然對住個天狂吠，之後就捲起條尾，瑟縮喺一角。你呢？你個心會唔會嚟一嚟？你會唔會感覺到由骨髓深處滲出嚟嘅恐懼，好似成個世界嘅秩序喺呢一刻徹底崩潰，天地之間再無庇蔭。呢種感覺唔係睇科幻片，呢種係天地不仁、萬物為刍狗嘅真實壓迫感。各位老友記，今次絕對唔係講笑，更唔係什麼好萊塢災難片宣傳。呢一幕就係將會喺2026年8月12號，農曆7月初1，真實降臨喺我哋頭頂嘅日全食。雖然香港只係見到日偏食，太陽被吃掉3分有多，但係整個東亞嘅磁場都會受到劇烈牽動。當天地間至陽嘅力量俾黑影食咗一截，而呢一刻正正撞正鬼門關大開。呢個宇宙嘅能量場會發生咩事？你嘅身體、你屋企嘅氣場、你仔女嘅運程會受到咩致命衝擊？今日我唔會同你客氣，亦唔會同你講風花雪月，坐咗喺輪椅上面。幾十年來，我睇盡人間冷暖，參透易經天機，通曉現代物理同中醫學嘅交界。今日就要同你講一啲傳媒唔敢講、專家唔識講嘅重話。2026年鬼月係一場關乎因果清算嘅生死大考，而你同你嘅家人準備好未？如果你覺得事不關己，你可以即刻劃走。但係如果你內心有一絲莫名嘅恐慌，如果你曾經經歷過心跳無故加速、夜晚失眠，或者見到一些解釋唔到嘅影，你必須留低聽埋落去，因為呢條片隨時係你嘅救命錦囊。呢個問題唔係攞嚟嚇你，係攞嚟救你。你知唔知喺現代醫學高度發達嘅今日，每逢日食前後嘅黃金72小時，全球各地急診科嘅心腦血管病發率會激增20%到30%，尤其係有心律不正、血壓高、裝咗心臟起飛票嘅老友記，情況更係觸目驚心。呢啲數據，美國心臟協會同唔同國家嘅醫療期刊都曾經報導過。原因好簡單，日食發生時，月球遮住太陽，太陽風所攜帶嘅大電粒子流突然被中斷，導致地球嘅電離層同地磁場出現劇震，呢種叫做地磁暴。年輕人體內電解質調節能力較強，最多覺得有少少心煩氣躁，但老友記呢？你體內嘅鉀鈉鈣離子平衡本來就脆弱，交感神經同副交感神經嘅切換好似一條舊橡筋，根本承受唔起咁劇烈嘅磁場拉扯，個心忽然之間就會好似俾一隻無形嘅手揸住心火盛，血壓飆高，偏頭痛發作，嚴重起嚟甚至會誘發中風或者猝死。呢啲唔係你心理作用，亦唔係老人家疑神疑鬼，呢啲係你身體呢個小宇宙同頭頂嗰個大宇宙直接共振嘅物理現象。但係呢個只係物理層面，仲有更深、更令人心寒嘅一層，就係因果層面。我研究咗易經幾十年，發覺人生嘅運勢其實就係一條能量嘅曲線。你種下嘅善因係正能量，你積落嘅冤屈、怨恨同惡業係負能量。平時陽光普照，天地陽氣充足，你自身嘅正氣尚可以壓制住呢啲負能量。好似一個水桶，雖然有個細窿，
但因為你不時加水，個水位仲可以保持。但係日全食嗰一刻，陽火急劇衰退，大地陰盛陽衰，你體內嗰個防禦系統就會出現巨大嘅缺口，嗰個水桶嘅窿會被無限放大。以前積壓落嚟嘅所有因果債，所有你曾經令到人哋流眼淚、受委屈或者受到傷害嘅記憶，就會好似水銀瀉地咁，無孔不入，一次過揾上門。呢啲唔係迷信，呢啲係能量層面嘅翻舊賬。你當初點對人個天，就喺你最脆弱嘅時候，用你身體最孱弱嘅部位同你一次過清算。呢個就係點解我會話呢個農曆7月特別兇，佢唔係鬼怪嗰種恐怖，而係能量清算嘅兇猛。你唔好諗住走得甩，唔好諗住自己後生嗰陣做過嘅嘢無人知。天地間每一筆帳都記得清清楚楚。讓我們反到嚟想想，點解古人咁經日食？歷代帝王每逢日食都要下罪己詔，要食齋，要避開正殿，甚至要大赦天下。你以為佢哋真係傻嘅咩？中國古代嘅欽天監，每一個都係當時最頂尖嘅天文、數學同術數專家。佢哋將歷代日食記錄編成圖譜，觀察到每一次日食發生前後，地上必然伴隨大規模嘅動盪。呢啲動盪可以係地震、瘟疫、戰爭，或者係朝廷嘅權力傾軋。你翻開24史同天文志，裏面清清楚楚記載，東漢靈帝光和2年日食，次年黃巾之亂爆發。明朝崇禎年間連續日食，流寇四起，最終國破家亡。近代甩九百年清光緒26年農曆7月日食，隨之而嚟嘅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你唔好以為呢啲係巧合，呢啲係天地能量劇變引發嘅連鎖反應。再睇返2026年丙午年，呢個組合嘅玄機更加深不可測。喺五運六氣嘅系統裏面，丙係水運太過之年，寒氣本應流行，但地支午卻係少陰君火司天，即係話上半年由炎熱嘅軍火掌權，下半年又有燥金在傳中運。水運太過意味住水濕寒邪潛伏，司天軍火又令到表面熱到爆炸。呢種寒包火、水火相搏嘅格局，係最容易引發突然死亡、急性心臟衰竭、中風同大規模瘟疫嘅年份。而偏偏喺呢個時間點發生日食，太陰遮日陰成陽位，瞬間將司天嘅軍火打沉，將人嘅心火一下子抽乾。你話呢一下衝擊係唔係命軟一線？老友記，你可能會問，我呢個坐咗幾十年輪椅嘅人，憑咩同你講呢啲？我憑嘅係我20歲嗰年，因為一場大病，成個下半身癱瘓，被醫生判咗人生死刑，但我冇放棄。我喺張病床上面望住天花板，身體完全唔喐得，但係我個腦從未停過。我發現當人失去所有可以依賴嘅物質力量，嗰個靈魂同智慧就會被迫去運轉，去尋找宇宙最本質嘅規律。我就係喺呢張輪椅上面睇通咗易經，睇明咗因果，睇透咗生死。易經講咗咁耐，講緊嘅其實就係一個字：變世界不斷喺度變，但係變嘅底層邏輯係永恆嘅。你今日睇我呢條片係執到寶。如果你唔想晚年淒涼，唔想連累仔女日日喺醫院陪你，最好關注呢個頻道，因為我接下嚟要拆解嘅係關乎你生命防禦嘅核心機密喎。點樣喺呢場天地大衝擊入面，唔單止保住自己，仲可以為成個屋企撐起一把保護傘。好啦，我哋而家就嚟進行深度嘅五行解剖。點解我特別要提出鼠馬牛羊呢4個生肖？唔係因為我要靠嚇，更加唔係網絡流傳嗰啲普通運程書嘅敷衍講法，而係從易經嘅生克制化，配合五運六氣、中醫藏象，同埋大量真實臨床觀察去推演呢4個生肖。喺2026年8月，
呢個丙午月疊加上日全食嘅能量場入面，佢哋嘅氣場結構係最脆弱、最容易出現缺口嘅。你先睇翻個天干地支，2026係丙午年，丙係太陽之火，午係火嘅帝旺之地。本來呢種極致嘅火性對屬鼠嘅老友記已經係一個極大嘅考驗。鼠屬水地支係子午相沖，呢個係命理入面最經典嘅水火沖克，係一種根基動搖嘅現象。水火本來係乜嘢？係既濟卦，講緊陰陽調和萬物之生，但係一旦失衡就即刻變成未濟卦，成個秩序大亂，陰陽離決。日全食發生嗰一刻，太陽被食，即係話代表午火嘅能量突然之間斷纜，原本拉住你嘅嗰條救命繩，啪一聲斷咗。呢個時候屬鼠嘅朋友，你體內嘅子水就會好似冇咗牽制咁，四圍亂竄。呢啲水唔係滋潤嘅，水係變成寒濕之邪，直攻你嘅神經同心經。腎主恐心，主神，腎水冇咗心火嘅溫暖，就變成一潭死水。人會無故感覺驚怕，好似隨時會有大禍臨頭，成日疑神疑鬼，心火俾寒氣一逼就會搖曳不定，出現心悸、失眠、胸口翳悶、心神不交，夜晚就眼光光望天光，個人殘到不得了。更重要嘅係水運太過嘅年份，本身寒氣就重，屬鼠嘅你再遇子午沖寒上加寒，好容易誘發嚴重嘅關節痛、坐骨神經痛，甚至因為血液太過黏稠而中風。你話呢個係唔係因果清算？如果你以前虧待過人，積落咗好多怨氣，呢啲怨氣就會趁住你腎氣衰敗、心神不定嘅時候，化成恐懼同幻覺嚟追討你。接住就係屬馬嘅老友記，馬係午火，你同流年形成嘅係午自刑。咩叫自刑？係指同一股能量自己撞自己，自我消耗、自尋煩惱。本來雙火就係火上加油，個人燥到不得了，血壓長期企喺高位，面紅耳赤。但係日全食將呢個火種突然冚熄，你體內嗰股強大嘅熱能突然之間俾人潑咗一盆冰水。呢種熱脹冷縮嘅劇烈反應喺人體血管入面係極度致命嘅，輕則爆血管中風，重則心臟驟停。而且午自刑最中意傷嘅就係同你最親近嘅人際關係，特別係夫妻同仔女。你會發覺呢段時間乜都睇唔順眼，把口完全控制唔住，好想鬧人，鬧完之後自己個心又火上心咁痛。呢種地獄般嘅循環就係自刑嘅威力。而且少陰君火司天，本身心火就旺，再俾日食一擊，個心就好似一盞電壓唔穩定嘅燈泡，隨時燒壞。如果你屬於馬，你絕對唔可以再飲烈酒，唔可以熬夜打牌，唔可以同人嘈交。你更加要留意嘅係，因為你長期對外展現一種硬朗嘅形象，好多時候內心嘅痛苦無人知。到咗鬼月因果清算，呢啲積壓嘅傷痛會一次過爆發出嚟。你唔單止要小心心臟病，仲要小心突然其來嘅抑鬱，覺得人生冇晒意義。呢種情緒嘅崩塌，隨時比肉體嘅病更加攞命。跟住講埋牛同羊屬牛嘅朋友，地支係丑土，羊就係未土，呢兩個都係五行屬土嘅生肖土。喺中醫代表脾胃，代表你嘅後天之本，亦代表包容、承載同家庭。喺丙午年，本來已經係火照土，你嘅脾胃好容易受燥，火影響口乾口苦、消化不良。最慘嘅係丑未都係陰土，陰土即係濕土，本來應該可以養萬物，但係因為大火烤灼，呢啲濕土會變成乜嘢？會變成燥土，甚至沙石，毫無生機。日全食一到陽火一熄，陰氣即刻侵蝕落嚟，呢啲沙石又即刻降溫，變成硬收收嘅死土。老友記，你諗下，死板板嘅泥土係種唔出植物嘅，即係話你嘅營養吸收系統會完全停擺，食乜都補唔入。而且丑未沖本身就係家庭宮位嘅大沖，
呢種衝唔係出面帶俾你嘅，而係你自己屋企內部嘅矛盾大爆發。特別係同啲後生仔女，你會發覺完全溝通唔到。你明明係為佢好，點解佢就係唔聽？你會好激心，覺得自己冇用，覺得自己俾人嫌棄，呢啲負面情緒喺日食期間會被無限放大，形成一個自我封閉嘅防衛罩。你越想保護佢哋，佢哋越想推開你，最終積鬱成疾，脾胃一傷，全身氣機就會停止運轉。到時唔好講話保命，連食餐安樂茶飯都難。你睇下呢場日全食，表面係天災，實際上係一場心靈嘅照妖鏡。佢照出咗呢4個生肖喺生命能量底層最不為人知嘅恐懼同缺口。鼠怕被遺棄，馬怕失控，牛羊最怕嘅係成為屋企嘅負累。如果你覺得我講中咗你心入面嗰個痛處，如果你已經不自覺地對號入座，感覺到嗰種命懸一線嘅危機感，咁你就更加要留心聽落去。因為天機雖然殘酷，但係天無絕人之路。易經教曉我哋最黑暗嘅時候，正正係一陽來福嘅開始。咁點樣去守住呢一線生機？呢個就要講到我哋中華文化入面最核心嘅智慧，亦係我呢個喺輪椅上面掙扎求生幾十年，喺無數次生死邊緣翻嚟嘅人，用血肉換翻嚟嘅體悟。好多人問過我，你20歲就俾醫生判咗下半身死刑，點解你仲可以笑面迎人，仲可以去讀大學，去教人，去玩賽車，去環遊世界？你係點樣走出嚟嘅？我話俾你聽，靠嘅就係一個定字。當時我瞓喺醫院病床，喐都喐唔到，望住天花板，未來係一片漆黑。我好記得嗰種痛唔係嚟自肉體，肉體嘅痛好快麻木，真正痛嘅係個心，係嗰種俾全世界遺棄嘅孤獨感。但係後嚟我諗通咗，我喐唔到，唔通我個腦都喐唔到咩？我睇住窗外面嘅樹葉，由佢發芽到落葉，我發覺宇宙萬物都有佢嘅節奏，只係我哋人類太過習慣用自己嘅慾望去對抗呢個節奏。當你腳踏實地，行得走得，你係狂妄嘅，你覺得你自己係世界嘅中心。但係當你跌低咗，你反而可以靜落嚟，聽清楚嗰個世界真正運作嘅聲音。呢個就係逆境帶俾人最大嘅禮物。所以面對2026年呢場天地大衝擊，你要做嘅唔係驚，唔係匿埋，更加唔係亂咁去拜神祈福求符咒。真正嘅保命符唔喺紙上面，喺你呢度，你個心嘅位置，心定氣就聚，氣聚邪就不可侵。呢個係儒家講嘅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係佛家講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係道家講嘅清靜無為。講就容易，點樣先可以喺日食鬼月做到呢個定字？呢度我要教你3招實戰嘅功夫。呢3招係我結合咗現代臨床心理、中醫養生、易經卦理同埋能量醫學濃縮俾老友記嘅救命錦囊。你唔單止要聽，更加要做。最好而家就攞紙筆抄低佢第一招。我幫佢改咗個名叫禁足補氣法。你唔好睇小呢一招，呢個係道家修煉入面最基本但係最有效嘅法門。我強烈呼籲所有老友記，特別係身體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心腦血管有問題，或者曾經中過招嘅朋友，喺2026年8月12號同埋13號呢2日，千祈唔好出街。你唔係坐監，你係喺度守城。你屋企就係你嘅城堡，係你唯一可以完全掌控嘅氣場領域。日全食發生之後，大地陰氣彌漫，街道上面人來人往，每個人身上都帶住唔同頻率嘅負面能量。呢啲能量會互相干擾、共振放大。你一出門，你嘅生物磁場就好似一部打開咗防火牆嘅電腦，任人攻擊。你要留喺屋企，閂埋窗，最好連窗簾都拉埋。
唔係怕俾你見到個太陽傷眼，而係要營造一個穩定無干擾嘅心理空間。將手機校成靜音，唔好睇新聞，唔好睇任何令你心跳加速、情緒波動嘅資訊。你可以做啲乜？唔係叫你坐喺度發霉，你攞本舊相簿出嚟睇下，回憶下以前開心嘅日子。呢啲係正向回憶療法，可以提升腦入面嘅多巴胺同血清素，直接幫你鎮定神經。或者你可以執下間房，將啲雜物清理一下。從風水學角度，雜物代表停滯嘅死氣，你清理雜物就係清理緊生命中嘅障礙。我仲要你準備一杯暖水放喺身邊，呢杯水唔單止係俾你飲，佢係一個媒介，一個可以同你身體水氣交換嘅能量體。你用雙手捧住佢，感受下溫度，由手心傳去心度。呢個動作本身已經可以穩定自律神經。做完呢啲，你已經將外來風險減到最低。跟住就係第二招，水火既濟食療法。你記唔記得我頭先提過易經第63卦係水火既濟？呢個卦象代表陰陽調和，但係爻辭警告初吉中亂，話俾我哋聽，事情雖然成功，但係好脆弱，好容易就會由治變亂。所以食療嘅重點就係要喺呢個火被水滅、陽氣被奪嘅時刻，重新點燃生命嘅火種，同時又要用溫柔嘅水去滋養佢，唔可以俾佢爆。呢兩日食乜好？千祈唔好大魚大肉，你嘅脾胃根本受唔到。記住4個字：清潤同滋陰。早餐或者午餐煲一個簡單嘅蓮子百合淮山小米粥，加2粒紅棗、幾片生薑。蓮子去心火，百合運肺安神，淮山補脾胃，小米養胃氣，生薑紅棗溫中散寒。呢個粥水可以幫你清除因為驚恐而產生嘅虛火，同時補充你流失嘅津液。下晝可以煲一壺竹蔗茅根水，放幾粒馬蹄同紅蘿蔔，可以清潤肺胃、涼血利尿，防止虛火上升引發嘅頭暈。傍晚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就係浸腳。呢個浸腳唔係普通咁浸，呢個叫湧泉灌水法。你揾一個水桶，放攝氏40度左右嘅暖水，浸到小腿一半嘅位置。如果你有艾草或者生薑片，放啲落去更好。然後閉上眼，想像成個宇宙嘅清涼之氣由你頭頂百會穴慢慢流入，經過你身體，將所有燥火、病氣、恐懼全部由腳板底嘅湧泉穴沖入水桶入面，浸大概15到20分鐘。你會發覺成個人好似輕咗幾斤咁，個腦亦都清醒翻。呢個方法可以幫你交通心神，將浮喺上面嘅火引翻落去下面嘅水，達到水火既濟嘅效果。但係呢啲只係外功，真正要喺呢場清算之中活下來，要靠內功心法。呢個就係我潛心研究幾十年，喺易經佛學同超個人心理學入面揾到嘅終極武器。第3招心經定向法，你千祈唔好俾呢個名嚇親。我唔係要你出家，亦唔係要你背幾萬字嘅經文，我係要借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嘅震動頻率去校準你個腦入面亂晒龍嘅腦電波。老友記，你知唔知人嘅大腦喺驚慌嘅時候釋放嘅係貝塔波？呢種高頻波會令你肌肉繃緊、血管收縮、思緒混亂，加速身體崩潰。但係當你將注意力高度集中喺某一樣嘢上面，你嘅腦波會慢慢轉化成放鬆嘅阿爾法波，甚至係更深層、具修復力嘅西塔波。呢個狀態就係禪定嘅入門，係身體自我修復嘅黃金時間。點樣做到？我發現心經嘅節奏係最好嘅導引。你可以唔使理佢嘅意思，淨係聽佢嘅聲音。你坐定喺張凳上面，或者係輪椅上面，條腰盡量伸直，唔好寒背。然後用手掌心按住肚臍對落嘅丹田位置，輕輕咁按實。跟住喺個心入面，或者微聲念出嚟，唔使念全文，只需要重複幾個最核心嘅音，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道，一切苦厄呢幾句，你慢慢嚟，一字一句，將每一個音節同你嘅呼吸同步。吸氣嘅時候，想像有一股金光由頭頂灌入嚟；呼氣嘅時候，念出呢啲字，想像嗰啲金光將你體內黑漆漆嘅恐懼同病氣由腳板底驅散出去。呢個過程入面，你會好容易分心，會諗起聽日要買咩做，會諗起個仔點解仲唔打電話返嚟。呢啲全部都係雜念。雜念一嚟，唔好鬧自己，唔好灰心，你只需要溫柔咁將個注意力重新帶返嚟你嘅呼吸同經文嘅節奏上面。每一次將心帶返嚟，你嘅定力就增強1分。你嘗試做20分鐘，如果做唔到10分鐘都得，甚至5分鐘都得。做完之後，你會發覺個心入面嗰團火燒心嘅感覺，好似俾人淋咗一層冰涼嘅甘露咁，鬆咗好多個人，個腦會清醒返。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做最後一個，亦係最重要嘅動作，將你由被動嘅防禦轉化為主力嘅進擊。呢個動作就係集氣。咩叫集氣？唔係武俠小說嗰啲，而係心理學上面嘅群體意識共振。我哋人類係群居動物，情緒同能量會互相傳染。你有冇試過，當你好唔開心嘅時候，見到一個開心嘅人，你都會不自覺咁開心少少？呢個就係能量場嘅交流。同樣道理，喺呢場天地浩劫入面，單靠自己一個力量始終有限，特別係身體比較弱嘅老友記，好容易就會被外圍嘅恐慌氣氛淹沒。所以我今日喺度要發起一個行動。如果你睇緊我呢條片，如果你覺得個心好唔舒服，覺得好彷徨，或者你只係純粹想為咗自己，為咗屋企人求一個平安，你喺下面評論區幫我打一個字，一個定字，唔需要打好多字，唔需要解釋，就係一個定字。你千祈唔好睇少呢個動作。當你喺屏幕呢邊打出呢個字嘅時候，你嘅潛意識就會接收到一個指令，我要定落嚟。而當千千萬萬個老友記一齊喺度打呢個定字嘅時候，我哋會喺呢個虛擬嘅網絡世界建立起一個巨大嘅心靈防護網。你每一日見到呢個字，你就會記得你唔係孤單一人嘅。我呢個過嚟人會睇到，其他同你一樣面對緊呢場風雨嘅同路人會睇到呢股念力可以穿過時間同空間，安撫到我哋每一顆躁動不安嘅心。呢個唔係迷信，呢個係人類生存落嚟嘅古老智慧。以前嘅人喺災難面前會圍埋一齊祈禱，會一齊唱歌，就係為咗將大家嘅心跳頻率同步，從而產生巨大嘅勇氣去對抗恐懼。今日呢個評論區就係我哋嘅祠堂，係我哋嘅避風港。講到呢度，我必須要兜返轉頭，同各位老友記講句心噏說話。我知道你哋好多時唔係怕自己死，係怕自己病，怕自己中風仆低，從此要長期臥床插住條喉，大小二便都要人照顧，拖累埋啲仔女。呢種尊嚴盡失質嘅恐懼，係比你直接面對死亡更加令人心寒嘅。正正係因為咁，你先更加需要定。你嘅氣場係會直接影響下一代嘅。你有冇發覺，當你心水不寧，成日喺屋企唉聲嘆氣嘅時候，你啲仔女返到嚟個樣都係死氣沉沉。佢哋喺出面做嘢都會撞板，呢啲唔係巧合，呢啲就係家宅氣場嘅連鎖反應。你係屋企嘅定海神針，你條根喺度，個家就唔會散。你守得住自己嘅健康，唔使麻煩人，就係對仔女最大嘅事業助力。佢哋可以無後顧之憂咁去拼搏，唔使成日心掛掛，要帶你睇醫生入急症。所以為你嘅仔女，為你嘅孫仔孫女，你更加要咬實牙根，
用我上面教嘅3招頂住呢場風暴。2026年係大浪淘沙嘅一年，呢場日全食同鬼月嘅結合將會係一個分水嶺。有啲人會因為恐懼而同流合污，做出好多錯誤決定，例如亂咁將啲棺材本攞去投資高風險項目，諗住搏一搏，結果俾人收編，連養老金都冇埋。有啲人會因為身體頂唔順而倒下，但係我相信肯聽我呢個輪椅老人講嘢嘅老友記，一定會係能夠留到最後嘅智者。我哋嘅目標唔係求大富大貴，我哋係求喺驚濤駭浪之中穩穩陣陣咁企喺度，睇住潮起潮落，笑看風雲。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有道理，如果你希望喺呢場風暴裏面有個明白人陪住你走，訂閱呢個頻道就係為你自己嘅生命防線加多一道保險。我唔會教你炒股炒樓，我只會用我幾十年嘅學識同親身經歷幫你避開生命中啲大坎。呢度嘅每一個訂閱都係一盞燈，當千百盞燈亮起，黑暗就冇辦法吞噬我哋。你睇返歷史，任何一次巨大嘅文明躍升都會經歷一次毀滅性嘅衝擊。已經話俾我哋聽，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當最黑暗嘅時刻降臨，光明就已經喺轉角嗰處等緊我哋。呢次日全食表面睇係食咗個太陽，但係你諗深一層，佢係唔係俾緊一個機會我哋去直視我哋平時唔敢面對嘅黑暗？佢係唔係逼我哋停低不斷向外追逐嘅步伐，返去自己嘅內心，去執返好嗰啲亂七八糟嘅思緒，去修補嗰啲因為忙碌而忽略咗嘅親情？如果你咁樣睇呢個劫數，就唔再係劫數，而係一個契機，一個令你生命層次提升嘅契機。我成日同人講，我唔係咩奇才，我只係一個喺災難入面執返條命嘅普通人。正因為我經歷過最黑暗嘅日子，我先至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陽光嘅溫暖，更加明白心定嘅可貴。我唔想見到你哋任何一個人因為無知同恐懼而錯過咗呢次生命教育嘅大課。今集嘅內容你可以當佢係迷信一笑置之，但係如果你心中有任何一絲不安，我請求你跟住我嘅方法去做一做，唔會蝕底嘅。準備一杯暖水，浸下腳，念幾句心經，喺個心嗰度揾返嗰份定。所以老友記，記住我今日講嘅說話。2026年8月12號當日全食發生，當鬼門大開，唔好望住個天驚嘆，唔好出街亂咁走，留喺安全嘅地方，守護好你心入面嗰團火。呢團火唔係俾人驚嘅虛火，而係你生命本有嘅智慧之光。劫數定係契機，全看你一念之間。心定則平安，氣足則運通。喺呢個頻道日路順風，我唔會同你講咩致富密碼，亦唔會教你點樣一步登天。我只會陪住你，用我幾十年嘅生命經驗同學識，一齊穿越呢個時代嘅迷霧，揾返生存嘅尊嚴同智慧。未訂閱嘅老友記，我衷心希望你加入我哋呢個大家庭。喺呢場大浪淘沙嘅風暴入面，我哋嘅頻道就係一艘智者嘅救生艇。你嘅訂閱唔單止係支持我，更加係為咗當你有朝一日心慌意亂，唔知點算好嘅時候，可以返到呢度揾到一盞引路燈。多謝你睇到最後。風雨中願你心安，願你身健。我係山金老人，你哋嘅老朋友。我哋下條片繼續傾，一路順風。